咱心内，山前山后草青翠，好命有红伴相随，风景心花开，浪起山尾双脚开，每日怨叹流珠泪，一片纯情全荒废。
双。10月霜来秋风寒，为惊无衫藏尖山，窗外风眼双做伴，引起人是空寒。鸳鸯已经来听线，不愿搁来谈孤单。看镜一年一年大，山拖磨，心也会规划。11月霜来是冬节，树来索引心愿切，子弹孤行行又细，目屎又对落地，对镜久久无分话，不依认真来读册，愿意风头路算细。成功无问题。12月霜来过年关，插口美真心照还，准守妇道心无乱，遥看五也甘愿。全为心内有打算，家境做人爱情断，为非做歹万人怨，做好事名声万世传。八月安啦，哦，来，谢谢一首哦歌曲，来感谢，算每啊事君。是啊，这个咧，咱这段时间呢，就是对伫遮，八月，我来哦，来，我伫遮吼，甲咱观众朋友来分吼，感谢咱线顶坐观众朋友哦，嘿，我即摆爬袂过哦，嘿，来哦。谢谢哇！线顶是咱尤大哥、尤大嫂、木火大哥，咱的姚大哥、芙蓉大姐，感谢咱的青花姐、红竹阿姐，谢谢咱的文良大哥、咱的婚莲大姐，大哥哈，尤大哥、尤大嫂看到喽，来德同大哥，咱的昌雄大哥、爱竹姐、盛吉大哥，明颖哦，明颖大哥好哦哈，来徐爸爸、徐妈妈有就算秀凤姐，感谢月昭姐，还有坤星哥哥，来你拢满满会扑个声哈。谢谢，感谢。那讲唱这首歌，咱就知影讲吼，清明到啊。老师有一首歌叫做《倒退路》，来。对，好来，就是这样。来，咱老师吼有一首歌叫做《倒退路》。是啊。方玲吼这首歌叫做《算为师君》，拢总是这段时间，这段时间呢。清明节的时阵吼，是啊。祭拜。以这个感恩的一个心情，感谢咱的做这个历代祖先，对咱这个疼痛，也较栽培安尼，一个做这个慎终追远的这个迄个季节就对啦。是啊。系啊，所以讲呢，大家若只要讲有这个时间，拢总一个全家伙大细细，来拜祭祖，公妈祭祖啊。祭祖。咱来了解讲。这个清明节，会做这个意思啊，慎终追远。咱知影讲这个源头，甲咱讲食水果，讲话做爱拜树头。这个树头的时阵呢，那如果烂去啊，这个根根面烂去的时阵，你看像这个枝叶，伊就水袂起来，甲咱这个家庭同款。伫像这个季节的时阵，来甲唱一段这个算命啊，诗君
倒退路嘛好啦，这种总是这个应景，对，真适合唱的歌曲安尼。是啊，伫遮呢，咩特别的时阵呢，也要来做这个来呼吁啊。咱如果啦，这个清明是去祭祖，还是讲像去扫墓啊，这个安全真重要啊。也咱来做这个罗总统，甲咱做这个政府嘛，伫咧讲啦，讲做这个风火安全，四项卖安尼。真正讲，咱本身的身体咧除草的当中，莫讲用烧的，迄规个做这个山头烧了的，甚至的时阵导火引甲做这个这人家啊，互消防队咧叫嘿，也做这个咧真无好安尼。所以讲，这个唔通用火来伫咧烧遐草就对啊。搁再来先心上介重要青花树果也是讲做这个这个金银财宝也尽量就是讲莫用烧金纸啦。烧金纸有当迄金炉的所在，莫讲伫迄个旁边的时阵就安尼烧，互你夜杯对，歹控制。是吼。搁再来先就是讲炮啊，伫咧放的时阵呢，可能甲等甲头前就好啊。毋好亲像像迄个射飞机啊咧，安尼是咪引起火灾啦？是引起火灾。对。刷入去的时阵，有食薰的这个观众这个观众朋友这个薰头莫乌白蛋。是啊。也上尾要提醒就是讲，咱伫咧使用的物件，外啦输落啦，甚至伫咧食的物件啦，也做这垃圾，千万唔通留伫山头，这就唔好。对。咱都爱咧甲拼要清幽清明互咱心会清，互咱祖先的这个灵舍，也唔通用这粪扫，伫咧甲污染着这四周围对。因为咱的祖先就是住伫遐嘛，对吧？是不是安尼？所以讲爱从像这个粪扫、垃圾，爱顺手来甲伊打包，来甲伊摕走安尼。好来，谢谢大家分享给咱观众朋友，来谢谢咱的顺天哥哥，咱的坤星大哥岳昭杰，咱的刘太太秀凤姐，感谢恁的捧我声来，老师伫咧讲这清明啦，就是这首歌曲嘛这首歌呢，咧唱的时阵像讲这2天。我就拄着咱观众朋友打电话来，我就讲哇，搁刷落休困几落工呢？你看有讲何种带囡仔去祭祖呢？讲几5年前，阮都拢交接啦。我无法度去啦，行袂叮当有少个时段，脚身体袂做准。对，有个人是讲最主要有这个时大个年纪大的时阵，这脚趾头拢怎啦，两骨会叫酸，会疼到安尼微转，有当时安尼嘛艰苦，安尼嘛艰苦。我咧讲迄两骨伫咧疼的时阵，观众朋友伊会牵甲大腿头。这连贯性的包括大腿头大腿、腰，对吧？包括咱做这个两骨、骹侧片，这规条的对，当然伊会叫疼。是啊。这过来做这就是呢，这个欠缺一寡做这补充的物件。对啦。不要紧，你若有这款做这个镜头状况的，是啊。今日看咱的节目的时阵，要来求助这个祖先，咱的公妈来给咱化解。是啊。互你脚有力，互你这个两骨的时阵力会直安尼，互你精神好，互你清清明明咱的身体啦，互咱头壳的心明明白白，拢总有得到做这个好前途。是啊，好，来讲到这，谢谢来，即摆呢要来进行到咱这个点歌的时间来。给安排一个这经典的歌曲。无用这台的时阵我爱一张一张找呢。头一首歌曲的时候，做这个东京的布鲁斯。来，好来头一首歌东京的布鲁斯那一滩红浪马卡那罗卡。好来，第2首，这嘛是日语歌吗？这个一半日语的，一半国语的。头拄先是悲哀的这个破例的时阵呢，这个土丘布鲁斯，伊往共款来甲唱这个日语也甲台语做安排是
三首哦，同款是日语歌哦。这首歌是日语歌曲所改编的，哦，我要来唱凤飞飞版的，或者这个心影。想要留住白云一片，寄托在我的心。想要问白云在相逢，重温往日旧梦。来，第四首歌曲《小雨》。今夜风雨飘飘落袂离，阵阵雨声滴滴带情意。你可以同步啊，来小雨来。好，来第五首哦，第五首。好，来第五首是《失约》。期待的心情，等你出现阮目前。紧张的心境像海洋。来哦，今仔上尾的一首是《心碎》。勉强的笑容，冷淡的态度，暗示爱情行错路。叫我免讲免放声演歌，将厝咱转路。好，来，以上6首歌曲，即马准备甲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哦，吼，卡咱头前这个专线电话，来8326-317。8326-317。哎，中华关市的报告关市加一个控诉就可以啊。来，准备来点歌，头一首《悲哀破例》，第二首《月光响夜曲》，第三首《心影》，第四首《小雨》，第五首《失约》，第六首《心碎》哦。来卡8326-317，8326-317，中华关市的报告关市可以控诉可以。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就说：喂，你好。哎，哇，尤大哥。大哥好。嗨好，今仔搞炸，我点时间啦，洗个辣票。时间，然后我心碎。好，没问题哦，下台哈，小雨谢谢跟。哎，心你好。好嘞，哎呦，徐妈妈来呀，哈，来来来，阿母啊，你好，数六，数个6票，哦，来来来， 46好好， 46谢谢哈，平安，谢谢。哎，你好，保单节，哇，搁卡一届吼，来，坤星大哥你好，来，今仔要听倒一首。一个啦。 4个6票，哦，好好，来，安尼是坤星哥哥哦。哎呦，恁今仔3个连线拢共款吼，来，保单姐你好，小姐你好，哎，保单姐罗大姐，第四首，第四首，小雨，哦，小雨呀，第四首，好，没问题的，我下开啊，嘿，心脆。好，谢谢谢谢。哦，咱观众朋友今仔日吼，小雨拢总四位上线啊，4位都有点了吼对。来，哦，今仔的歌曲呢，啊，咧安排，像讲今仔老师都有特别安排一寡这东洋歌曲、日语歌吼。啊，咱观众朋友拢知影讲，老师咧唱日语歌嘛，真日正本足歌曲好听哈。带着歌啊，揽着这个台语歌，是是是。要把咱国语的这个歌曲吼是，揽着日语歌曲安尼。哼，好来哦，好。哎，你有陈太太，嗨，来喽，来，第三首，好好第，三首，甲第二，甲第二首，好好第二，首，好，第三甲第二，哈，谢谢。谢谢月光响夜来曲。，姚大哥。两位主持人午安，我要听第四首《小雨》，谢第四谢，首感恩。谢谢，好感谢。哎，你好，来啊，玉纯姐哦，嘿，头一首好好吼，土丘布鲁斯，好，啊，第二首西洋咯，我看呢，啊，西洋咯，看呢，
好嘞，对好我知影吼，好，谢谢我们的玉纯，这好听。好，谢哎，谢，身体健康。谢谢，感谢谢啊，谢。好好好。来送花姐，哪里？嗨，有啊。修好呀，小好，好，没问题的哈，对对。好，谢谢大家，来啦，安尼吼，今仔日迎清年糕啊，连续休4天，啊，有的人啊提前今仔就开始安怎准备讲啊去制作，所以讲哦，今仔日咱观众朋友恁免卡来，即马这个时间吼，直接就来唱歌互恁听，先来安排这首叫做《小雨》。来，这首歌曲是咱的尤大哥、尤大嫂、徐爸爸、徐妈妈、坤心哥哥、宝丹姐、姚顺天大哥送我这首点，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小雨。今夜风飘飘落袂离，阵阵雨声滴滴带情意。热恋时的天气，亲像今夜的暗暝，小雨啊，你敢搁会记？天气初恋声配彼支笔，轻轻声出一句我爱你，无奈这全部是今夜风在创治，小雨。因阮想起你，敢讲思念的意义，就是分离的开始，害我对你放袂离。但愿离别是暂时，不是遗憾的开始。小雨，请你转达意。小雨。好，谢谢大家哦！哇，来哦，咱即马呢听完这首歌曲了后，咱来进行，要来进行到第二阶段吼。第二阶段来，我先来看卖什么人拄则甲咱拍波啊吼。来，谢谢我们的黄大哥、坤轩哥哥、金华姐啊，咱的林贤大哥、爱竹姐、秀峰、宝丹姐、尤大哥、尤大嫂、盛吉大哥、肖大哥，好。
咱徐爸爸、徐妈妈、邱金寿啊，哈，宝丹姐，谢谢哈。来，古大姐啊，这刘太太哈，谢谢林嬷嬷的捧花声，包括阮的姚大哥、文玲姐啊，咱的红珠姐啊，哈，谢谢林嬷嬷的捧花声，拢总有收到哦，哈，谢谢，感谢。来，即摆呢，要来进行着咱这个听好歌、要歌名。好咧，要来送互咱观众朋友哦，嘿，好咧，要来送啥？送咱石墨烯第5代，咱的护烯。咱这护烯吼，一条丝，咱小党有讲哦，干若要做这箱石墨烯的护烯，这台机械真正超过1000万啦吼。迄条丝不是普通的丝哦，哦，唔是哦，咱内底呢，哦是美国的80%的石墨烯，还有20%美国的莱卡莎。啊，这个莱卡莎因为弹性足好，你为45公斤到95公斤，春秋真好，脚无论是讲外粗，还是讲较有，因为弹性足好的。无打紧哦，咱这吼这联名款的吼，白山屯妈祖联名款的吼，是咱这个勇往直前。勇往直前。啊，你若咧穿的时阵，会记得勇往直前吼，就是伫顶头吼，啊，这个所在吼，无力的所在，就是伫脚啊那，伫小腿所在吼。站，伊即马来穿落去了，站沿多35公分伫了吼，拢总甲你保甲真好势。啊，你毋免惊会溜脚，嘛毋免惊缩甲伤硬啊，会上会不舒服哦吼。来，这一届送一箱互咱观众朋友哦嘿。好，来准备落歌。目屎，祈祷你会平安。心爱的人，请你着爱无重要。来，尤君小姐呀，一首真受到欢迎的歌曲。说入去呢，这个翁婿吼去到这个海南岛啊，伫咧做军夫，为着家庭趁食啊，所以讲伫遐也无着做这个性命危险。也当然，伫咱厝内面的家人，就希望讲呢，伊会当安尼平安倒转来。这一首歌，我这边主持来甲伊诠释。我来。拄只迄首人毋知，这首应该观众朋友又会出4个字哦，嘿，来细腻哦。
这首歌曲有4字，有4字吼。来，咱的观众朋友来用看卖下咧，来甲参加抽奖。来哦，好，来，咱迄吼有足侪咱有几位观众朋友，恁无来电显示的时阵，我们的电话无法度甲你接吼。所以讲，你若是有准备要跟咱阮来做互动，你爱甲你的来电显示去甲取消掉，我才有法度甲你接哦吼。无一般若无来电显示，咱拢无接吼。来，你好，配一下你好，不是哦吼。对啦，好，我错了。主持要来甲公布答案。好来哦，头一首。Sayonara， 亲爱的人，你我离别在你港口。这首歌曲叫做最后的出旁。5字哦，最后的出旁吼。好。第二首是。看去水底的鸳鸯，加添阮忧愁。这首歌曲叫做《望龙早归》。望龙早归哦。我的郎君赶紧平安倒转来。啊，是啦吼。后来谢谢大家，那么咱今仔日咯就是要送咱这个石墨烯这个护烯。对。你这个护烯真侪咱在时代讲，芳玲啊，恁的护烯我之前有甲你买过，真正足好穿的。定制的呢。迄定制的呢，我都讲过咧，敢若阮这台机械要做这个护烯的时阵，就已经安怎？这就先开头1000万去啊！我你讲洗是全世界咱这公认的上介好的洗。伊这是对这个美国，这个欧美各国啊，是啊。咱这边做者是讲，做工课就做工课，佮顾甲这个物件。是。因这较早是运动，咧做工课。特别的是委托着咱做这台湾的公司用什么质料种啥的时阵安尼。对。系啊，所以讲呢。这当我看到这个物件伊讲very good。会使讲内底透气纱透气纱是用透气性上介好，80%的石墨烯，目前是业界最高上官旁的人讲人讲迄叫做拿光顶啊，对无天光顶。嘿，而且呢，我咧讲观众朋友，咱咧运动，还是讲咧行路的时阵，难免拢总安怎会流汗。会流汗，你敢知？阮这会当快速吸湿排汗，所以讲你咧穿这个护烯的时阵，你袂感觉讲袂安尼湿掉咧？对，袂哇，迄有的人翕掉就艰苦啊，对无？轻松无担气，伊佫会当帮助咱在甲你防住，互你咧运动的时阵，你咧行路的时阵，会佫较灵活、较有力，循环好。对，无担劲咯，系观众朋友，互你上山下海，像讲即个清明节啦。咱足久无去安怎去制作啊，对无？有的观众朋友讲，我都1-2冬拢无去啊。来，这双你若甲助你一臂之力。穿的时阵，我咧讲你会发觉着讲你咧爬楼梯加足轻松的。对。你咧行路的时阵，会当加行较远哦。包括讲咱若讲这4天若准备要出去佚佗的时阵，安尼就是真舒适啊！这你甲讲着安尼啦。
吼，拢无看，吼，未讲亲像说咧卖自然咧一路咧歹看，你知道？安尼吼。哦，这种足大声。哎，对吼，很贴身哦，嘿，这尔好吼，咱观众朋友拢知影讲，咱这进前有标价伫咧，咱这有，你若有需要的时阵线卡，但是今仔日咯，只有今天这一档期，咱就是今仔日咯，注意听哦，因为今仔就是清明节嘛，是，咱在时段拢想讲，恁会当去制作去行行咧，对无吼？所以讲观众朋友，咱等咧进广告的时阵，哎哟。从来毋捌安尼啦哈，哦，啊，恁都若有欠恁等的电话，就转紧卡，因为我们才准备20个客人而已，吼，20个人客啊，吼，你若甲咱加油的时阵，加油哦，大组掠大只猫的时阵吼，我甲你讲，我就送一箱。啊，若掠细只猫的时阵，是，吼，掠细只猫的时阵，因为这吼，这无伫原底广告是无安尼啦，啊是咱拄则我甲江林老师参详讲，哎哟，啊都清明节到啊，咱嘛爱互咱做时代吼，互安尼轻松者，啊欢喜者，互恁一个礼物，好无？哦，甲恁观众朋友讲，哎哟，有影，啊你都有咧甲恁关心，恁若是掠细只猫啊，共款袜子一箱，好无？啊你若是掠大只猫的时阵。哎，袜子免哈，直接加码一箱护膝哦，就是2卡，一箱都是2卡吼。好来，我来进一段广告时间，谢谢。观众朋友大家好，咱再次邀请到咱的健康顾问佩缇来到现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缇。来，佩缇吼，今仔日。摕到咱的寻龙鱼，互咱观众朋友单上介久的寻龙鱼来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真的谢谢大家。真侪时代讲，哎哟，芳玲啊，我毋捌食过讲吼，这顾这支龙条讲安尼，这尔好啦。伊讲吼，足神奇的。观众朋友你毋知啦，阮的寻龙鱼甲人无共款呢。你知影伫外口今天嘛做侪反馈，因为我毋是干那讲只有销售呢，伫外口平台嘛是讲做侪时代吼，长辈时代拢是讲吼，比如讲本来徛落，然后爬起来安尼脚会出来，无力的吼。对，食了骹边较有力，爬山嘛拢无问题，爬楼梯嘛拢无问题。是啊，这支龙条本来压落安尼，真的压袂起来，无法度。寸袂低，对，寸袂低，食甲吼轻松，好骨溜骨溜，对，好。都是安尼，遮尔好着。啊，咱进前吼，我咧讲啊，对咱进前嘛袂足俗的啦。咱进前是讲安尼一组就是3000块，吼，安尼就食2个月，阮这是60粒装的哦。观众朋友啊，安尼3000块，啊，今仔日吼佩缇来到现场的时阵，我来，来，你互我先讲一个，因为讲真诶，因为今日外口，毋是，因为今日外口一盒是2000块，啊，迄时阵特惠价格是2盒3000块，对。红工即摆是原物料拢会起，大家去买菜拢知，叔叔阿姨毋免我讲，啥物物件拢会起，所以即摆过一年外口一定起一盒是2500，共款60粒，2盒。即摆市价外口是爱5000块，5000哦，真正是5000块。我今仔是维持3000块，互恁进前的介绍，互恁是2盒。但是是安尼啦，佩缇，你今仔来的时阵，你袂当讲互你像照进前介绍，我就是吼一定要甲观众朋友吼，甲你拗一个啦，互咱观众朋友。因为等较久啊，对啦，我来讲，好，蹲地一下。好，今仔日我就是50组卡别来观众朋友，就是3盒，吼，3000块，来电话3000块，将近市价5折多不到，就是3盒3000块，吼，一盒要怎食？一天就是2粒就好啊！啊，你若是较严重，你开始酸啊，开始抽无爽快的人，你一天早晚吃2颗，早晚各2颗哦，饭前哦吼。嘿，啊若大组咧，人我买按3盒对无吼？我若像进前按即届等较拄等几半年啊，我安尼我要买2组。啊，2组呢？2组大组，我讲真诶，你若是大组，因为毋是讲咱妈妈有问题嘛。对啊，吼，2盒嘛有问题，阿仔某有问题嘛。对，你讲安尼就有道理的哦。所以你讲真诶是大组卡，你莫吵吼，来你莫来。大组诶讲真诶就是6盒，较会好。对嘛吼，因为特别讲6盒才6000块尔。6000块，6盒6000块吼，所以咧，干呢？今仔买大组大组搁加。加码啦，加码！我甲你讲，我今仔绝对爱互你加码哈，观众朋友啊，你加码，你嘛甲我加一盒就好，你甲加2盒，你拜托诶。
啊，互咱观众朋友食较久的，啊，无你拢要用等较久，一届等半年呢。迄观众朋友讲说，哦，啊，我即马若无买开炖的袂使呢，你就是要互咱观众朋友会当囤货的感觉啦，好无？来啦，真的啦，我先讲一个。你真的看到大组，这两下我先考虑一下。你看到大组，你爱买的原因是啥？因为内底有加 M&M。M&M 这个成分，即摆伫外口，你做者保养品内底要逆转你的年龄呢，逆转你的细胞，你拢会使看到 M&M 这个成分。对，含台那个亚洲首富李嘉诚，他也投入很多钱去研究 M&M 这个成分，因为有钱人惊啥？惊有钱开袂着嘛？对啊，对不？所以老活老啊。是，所以他也加入这个成分。M&M 就是上主要就是把你的细胞逆转的，互你年轻化。所以你讲外口做侪人讲讲吼，你食外口鲟龙鱼食食，佮倒来食阮的是啥？因为外口鲟龙鱼敢若鲟龙鱼尔，阮的纯度有够吼，按跟阮内底佮甲你加 M&M， 唔是讲敢若要活化你的这个龙条尔，含你的细胞，含你的肌肉，阮拢甲你顾着。所以外口2500讲真的合理。对啦，啊，但是咱今仔日就是爱买大组的啦，来啦，大组的你到底买啊唔啦？无安尼，好，久久来一组，讲真的，你也是买大组的，本来是2盒，是6盒，对，6000块，对，我加送2盒互你，8盒6000块，但是干那全部的大组甲细组，我干那200盒，哇，安尼观众朋友卡手较紧的哈，200盒无？嘿。因为阮外口通路有在卖哦，一盒就是2500。你电话我跟你讲，即马电话拢总满线，观众朋友赶紧搁卡啊！我跟你讲哦，真正数量有限，只有200盒而已哈，这真正是甲你吹足久的，吹半年的时间哦。来，0800815810，0800815181，今仔6000块会当买到8个月8个月份，08008108000800815181，谢谢。观众朋友，谢谢大家。来，我跟你讲哦。我的麦打开了吗？系对，好来，我来做，来我来登记。你都卡啦，量过的时阵做这种给你讲。来，今天加码哈，来加码。来啊，注意哦吼，哎，莫超过哦。我来6000，8盒，8盒哦，8盒安尼。对，啊你会当你甲食较重一数啊。好来，观众朋友啊，今仔日你若甲咱主文交代，电话卡有通，来大组加码哦。足侪咱市大讲做哦，我足喜欢恁迄个护膝的啦吼。大组今仔日只有清明节这个档期加码护膝一箱，哦，加码护膝一箱哈。来啦，啊你若讲细组，无要紧，细组咱3盒3000块对无吼？本地2盒是2800块，今天我们是3盒3000块啦吼。来，袜子一箱，吼，袜子一箱哦吼。好，来08008151810800815181吼。你若是真正讲这支量条安尼坐袂掉，安尼嘛艰苦，安尼嘛艰苦，咱这内底有龙骨、龙筋。N， 我讲 N 啊，内底佫有胶原蛋白，佫有葡萄糖胺，真正若咧顾你一支量条叫做吼无敌用的啦。啊，咱这呢内底的鲟龙鱼哦，每一只拢总爱是上无爱啦，6年以上爱112只。才有法度萃取1公斤尔，所以讲拢总是精华哈。若无饲到迄个年够高的时阵，阮嘛是无使用哦。所以讲观众朋友啊，保证，包括讲吼，咱这是世界挂保证的哈，有多国的专利哦。你若是这支伫咧艰苦，甲你做修复，绝对袂搁再互你卡卡的，会使互你安尼，食落敢若袂输点过油共款哈。来，你好，来，梁木大哥。要大组吼，大组。好，我给你下开哦嘿。好，谢谢。今天是8盒吼，8盒哈。好，来，谢谢你，谢谢，感谢哈。来，电话互咱观众朋友继续来喂，你好。哇，拢总满线。您看我的节目，看7、8档啊，咱敢有安尼送？没有嘛？我们只有今天哦。阮只有今天这样送，而且呢，我内底敢若你。我只有争取哈，争取到，因为到尾啊头家无法度啦，好啊，20个客人而已，20个人客，你今仔甲我买鲟龙鱼大组的，我就送你去箱石墨烯的护膝，80%的石墨烯哦吼，甲你好掉的哈。啊，你若是细组嘛，无要紧啊，咱嘛有石墨烯的啊，咱的袜子吼，来咱的袜子哈。喂，你好，喂。
喂，我听学的啦，哦，有长嫂呀。我要咧新农园啦，哦，大组呀，小组的。大哥，哦，我写开哦嘿。嘿，哦好啊，你来甲我行来我哈，跟你讲啊，后礼拜才会到哦。嘿，要紧啦好谢谢。要紧啦好，来你好，凤梅姐你好。嘿，大哥啦，大组的吼，哦，今仔上介好的，拢甲你送大组的，来大组的拢有送哦嘿。好，谢谢你哦吼。当时我后礼拜二，朝后礼拜二进前才会到哦嘿，吼。卖遐早啦，后礼拜2 8号咧吼，哦，嘿对，啊，无迄当时。 9号。哦，9 9号号了，OK，好的，是的，谢谢，我会下开哦，哈，好，谢谢，好来，电话给咱观众朋友来卡080088因为81咯，0800815118，我只有20组，我们送护膝，我们只有20组哈，20组而已哦哈。恁进前若有叫过，内底就剩草1盒2盒的时阵，我希望讲恁即马赶紧的，赶快跟他补货。哦，补货，你知影讲吼，咱迄项石墨烯，咱的护烯咧卖偌济哦吼。今天只有今天哈，今仔日尔吼，而且原物料拢总所有的物件拢总起价哈。咱即座寻龙与可能即个介绍，咱嘛会转转回去哦吼。来，金面姐你好，这个无靠。嘿哦，金面姐要大做小做的。诶，无好啦，大做吼，我我下开哦嘿，好，谢谢你，谢谢，感谢哦吼，好，来，我咧讲吼，唔免搁去煮，迄有的人艰苦疼甲安尼吼，去点着的时阵啊，爱去煮着哦。我咧讲，你食即组唔免去煮，你煮连即个芳会豆豆甲你扭开，豆豆甲你扭开哦。咱经过这呢临床实验，包括讲咱即个专利是针对即个密密杂杂，安尼会当甲你豆豆。好来，谢谢大家哈，观众朋友，恁今仔摕到，老师先较细声咧，好不好？好，来拜托你哦嘿。好来，我咧讲，恁今仔来摕到，真正是恁福气，因为呢，我们伫遮做7档外时间，只有今天这一档期，你甲我买这项物件，这只鱼仔的时阵，咱有特别，啊，我有特别送恁啦，对不？这个送恁上强的啊啦，吼。来，那大组摕去的时阵呢，这组这样啦，这箱就送哈。啊，那来小组无紧哦，好，你甲阮穿看卖，骹若会臭骹烧，好会流骹汗的时阵，这箱袜子，好，这箱袜子哈。来，啊，电话共款哦，互咱观众朋友来卡哈。咱这是甲你挂保证的，观众朋友，你若是这支两条，你真正是咧哀叫，有当时啊剩袂得的，对无？啊，人直直鼓起啊，啊，因为安怎？这久久这个位置，就是安尼的时阵，你较轻松。所以讲，你愈我咧讲哦，唔好久到的时阵，拢全啊定型去啊。迄有人真正是全旧条，无啊剩袂得啦，对无？食这落去的时阵，豆豆甲你点油，豆豆甲你点油，迄个芳豆豆甲你剪开了后，你若搁加上家己有伫咧做复健，我咧讲吼，真正会停开，真正你搁互你坐较久。行较久，徛较久，拢总免惊讲即个所在安怎会安尼微整，好无？好来，老师来安排一首歌曲，啊，我吼先来摇奖，这摇奖先摇出来了后吼，啊，我电话再搁来甲恁斗接，因为吼，满珠姐，谢谢你啦，我咧讲哦，20组。你要到啊，吼！你要到，你要无啊，吼！来超过20组歹势，我都无送啊，无送你箱啊，嘿，来。来，谢立秋哦，搞赶快细声呢！来，谢立秋姐姐，恭喜你哦！音乐甲走入去。哎，谢立秋姐姐，这是拄只幼歌的时阵送石墨烯的护膝，吼！啊，你即马若要互我送石墨烯的护膝，啊，是毋是袜子？来电话哦，甲我加油就有啊哈！线卡甲我掠鸟的时阵。干那今仔日了，超过今仔日歹势吼，啊若超过20个，我嘛无法度啊，吼，我嘛无法度吼，因为我甲恁争取20个客人而已吼。你信林芳林啊，绝对互恁食到欢头喜面的，绝对我咧讲，你若即支别项莫讲，若是即支安尼剩袂得的，微整的，啊，就会安尼去点着的。敢若袂输，甲你点着油共款，好，会当甲你做保湿。好，伊讲进前就开过刀。哦。
伊就两骨开刀就对啊。是啊。啊，正常也是有捌使用过。啊，就安尼足欢喜的就对啦。系啊，伊讲哇，像这真对症安尼。嘿，啊，无正常伊咧西药食到安尼啊对啦。迄药剂的当中，咸要歹去呢。系啊，结果是人伊迄时阵食一个细组啊尔，效果就足好个啊。伊今过来买大组。买大组的好，来恭喜你哦谢谢。来线顶的朋友，电话继续互恁卡，老师先来听这首歌。Tokyo Blues。放下我做你去，全无代念人生的对你的情意，牺牲了性命，放下了一切。缘分无代价，只款的亲像，为全无希望难忘的故事。真感谢咱观众朋友收看咱记得好歌声的节目。咱小等落节目了后，工人甲方面共款去线卡甲你做服务吼。今仔日最重要的，咱在时段，如果你有一个用票这个问题，来这个档期电话讲应该较好通咯吼，互你轻松了人哈。来线卡的电话继续卡，0800810810815181，祝你健康快乐，明仔载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谢谢。哦那那，马卡那罗卡，那么西达男が悪いのか焦ったるよの谢谢。